风台伫10点已经伫中国福建沿海登陆，继续往北北西移动。虽然台湾本岛已经解除陆上的风台警报，也毋过气象局是表示讲，西部沿海阁有强阵风，南部佮东部嘛是阁会继续落大雨。另外，今年的第6号风台卡努伫今仔透早形成，目前是预告讲应该是袂直接影响台湾。 松山机场第2航空大楼早起规个空，受到风台影响，中午到前的班机差不多全部取消，敢若剩脱离暴风圈的台东航线正常营运。第5号风台杜苏芮伫早起10点已经登陆中国的福建，对着暴风圈渐渐离开台湾。气象局预定上紧伫下晡至尾仔都会解除风台警报。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其实还是有些较大的雨势出现，所以气象局也持续针对这些地方局部地方发布豪大雨特报。受到风台影响，嘉义县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、金门甲平湖县拜五拢停班停课，但是云林县甲台东县是有部分地区停班停课。 杜苏芮风台影响持续减弱，若第6号风台卡努刷落形成，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。目前欧洲模式甲美国模式伊无拢同款，卡努风台会为中国的浙江甲上海方向过去，袂直接影响台湾。它如果按照现在的大家的一致的路径在走的话，它大概可能连碰触到我们北方海面警戒区的机会都不是很高哦。不过我们还是注意，因为这个时候关键还是太平洋高压。太平洋高压如果突然增强了，它有可能还是会往台湾附近推过来。专家分析，虽然路线也有变化，不过预定卡努会伫后礼拜1至拜2挖进日本的那霸，往东海过去的机会上悬。拜3对着风台继续往北，带动西南季风，可能为台湾带来明显的降雨，需要进一步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